好，各位线顶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出头天。咱即马是2023年台语文学系列讲座，阮遮是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咱即个2023年的即个台语文学系列讲座，有安排规年探天的活动。第一季，咱邀请到丁凤丁教授来甲咱分享歌仔文学世界。第二季，咱会邀请成功大学的蒋维文教授甲陈慕真教授来分享台语文学运动史。第三季，即个7月到9月，请大家特别注意哦，伊会是一个实体的工作坊，阮甲即个高雄文学馆有合作。若是大家对即个台语文学作品想要进一步了解，有一个较深的认识。咱差不多4月、5月会开放线顶报名，若有兴趣的朋友，关注阮的面册的消息，较要抢卡手就爱较猛烈咧哈。好，最后一季，阮会邀请到林如凯教授来带大家熟悉一寡台文作家甲遮的创作。好，咱第一季。就是邀请到丁凤丁老师要来小解这个歌仔文学世界。顶届咱已经开场，咱1月的时阵已经有开场小解一解啊。咱即马要接续落来看，老师有特别讲吼，即回咱会有分享足侪无共款的作品，咱嘛有邀请到几位朋友来到读即个歌仔。好，那接续落来，咱活动过程有任何的问题，拢欢迎大家伫咧 YouTube 边仔的即个开讲室拍字留话，到尾主持人会收集大家的意见，伫咧结束的时阵会甲凤丁老师做交流，伊会甲大家回应。好，若无问题，咱即马甲时间交互凤丁老师。好，安尼迄个。有听到我的声音无？有，足清楚。好，非常感谢吼，给我这个机会。我个人真避暑，所以呢，好就来开始吼。咱今仔日的主题延续顶个月，所以今仔日是要讲台湾日本时代的这个歌仔吼，来做这个选读。这个咱这是这个打狗台语开讲社台文博览会甲高雄文学馆主办的这个2023台语文学的系列讲座诶，正月到3月连续3个月这个歌仔文学世界其中的一个单元。今仔日是第2届吼，就是日本时代的这个台湾的歌仔选读。咱今仔日的时间就是2点到4点。好，安尼。过来就是顶礼拜先来，顶届吼是正个吹背有一寡资料库，后来结束了后，我发现讲有漏交的，应该要补充，所以我先复习一个顶届我有讲到的资料库。大先吼就是这个同款吼，提醒大家找台语真好用，特别对写歌仔来讲吼，所以各位乡亲若是唔知影的吼。记得爱用，过来才有一个安怎找遮吼，真对咱写歌仔上要紧的，就是因为歌仔需要押韵嘛。你若唔知影要安怎押韵，就是遮吼，伊才有一寡，就是遮伊才会找法吼。你只要拍一个 at， 就是放伫一个音节的后壁，会当找着即个所有押韵，即个韵，比如讲，好比讲遮记咧要找哀韵的对无？好，咱来试看觅吼。等去找台语，我伫遮吼。你爱选即个，因为这是特殊的。你看你要用输入式，你要用输入式，看是教部白话字拢无要紧吼。咱用白话字好来找。了你若拣共款的，我先用伊原始设定就是共款的嘛。咱即摆甲点入去。咱若是用共款的来找的时候，伊会甲你讲总共找着11份资料内底有94条I的即个韵的，所以呢，安尼无够多，你一定要记得点相关的。那安尼点到了后，我来学生就会讲伤多啊，我放弃。讲成像，你会安怎呢？会当找着
14份历史顶有即个资料11507条。哦，所以迄个因为歌册押韵嘛，你就会当找着迄个押韵的爱即个韵的安尼。哦，所以这大家爱记诶，遮好诶物件爱记诶用。过来就是讲，若感觉伊真好用吼，你就是爱迄个介绍互朋友。我今年吼年初已经有上过几届诶即个社会服务吼，有足侪拄开始咧做台语、研究台语、想要学台语诶人。因竟然毋知影找台语，哦，这是对因来讲，对大家来讲是真好用的吼，所以爱感谢台湾家私密吼，做甲即个找台语即个线顶的历史顶资料库做甲遮尔好。过来就是讲，即个顶摆我唠到即个王顺良先生，王顺良先生即个吼，虽然即马伫即马来，咱用即马角度来看，感觉伊较无啥，但是伫即个1999年的时阵吼。迄当时吼，应该是讲上早的一个歌册资料库吼，就是王顺良先生即个歌册资料库。伊本来吼是家己做的，后来甲中央研究院有合作，了后即马伊个结束即个合作，所以重新咧研究资料库的合作的单位。遮佫有一寡物件伊即个所在有伊的介绍，伊介绍讲伊这是1991年的时阵，王顺良先生伊咧写伊的即个学术论文的时阵，伊要研究歌册，所以呢，伊收袂少，就足过来收集。了后，伊就感觉爱甲大家分享，所以伊就即个后来就有即个资料库啦，吼，才有伊的册目，吼，伊有收载，吼。过来就是讲，伊的最新的消息，伊有解说讲，伊是即个。1998年12月试用版，了后1999年正式版公开吼。伊则佫有一寡其他的资料，即大家会当家己拨时间去看。当然伊即马就是讲，伊即马有一寡爱佫处理的，佫来徛伫即马的角度来看，伊迄当时，我感觉也有一寡无够完整、无够完满的所在，毋过。我伫顶摆有人问我讲，我拄开始研究歌册是安怎去找资料？我相信着讲，我唠到即个王顺良即个歌册资料库，过来就是讲，其实迄当时吼有一位林金贤先生，咱早前啦一寡台语文的营队吼，伊住宜兰，但是林金贤先生拢会四过对一寡台语文的营队，伊拢会伫遐摆册。摆单卖即个台语册，嘛有歌册，所以我。伫即个1990年代初期，伫即个草山的第一届台湾文艺营，我去参加的时阵，林金贤先生伊嘛有伫遐摆档，所以我是家定台湾通信甲台语学生，过来原来有甲伊迄时阵就有咧卖歌册，后来伫即个南昆新90年代南昆新头一届台语文学营，袂记倒一年啊，伊嘛有来摆档。所以嘛，伫遐吼买着一寡歌册，吼，就是这是林金贤先生安怎写的？我还介绍袂记诶，家己我即摆直接 Google 来找看觅，应该会当找着。拍林，即个金吼嘛有读金啦吼，金贤，所以我看觅，我找看觅。这位就是这位。后来我发现讲伊家己嘛，佫就是金贤先生，足久无看到伊啊。伫2008年佫有伊的报道，就是伊咧做，伊伫伊的故乡宜兰吼，也有做一寡文书工课吼，甲台语相关的工课。就是我想真侪人看到金贤老师就会有金贤先生吼，就有一寡怀念嘛。早前咱做台语的时阵，伊真热情吼，是一个真古意纯真的人，爱家己嘛写歌册。好，过来，即个就讲到遮吼，紧紧我过，因为时间有限。过来就是我佫唠到一本册，就是顶届结束了，我相信着讲我袂记得即本。即个吴秀瑞先生教主的即个青岛讲咸丰闽南歌册选读吼，即个是即个即本册我厝诶有，等我摕一个，少多
好，这本这本就是因为我即马说，我镜头的关系，所以看起来无介清吼。反正我哋导影片就是看甲真清，这本的大细就是安尼，大细。这本册吼，要买迄当时要买的时阵吼，后来就是迄个去透过网络去找，后来有联络到迄个伊的家吴秀莲先生的家属吼，有买着，感觉真欢喜。伊虽然是纸本，但是伊顶面嘛是一种资料库的形式。伊所做的物件吼，就是伊甲一寡迄个较早期的即个歌册吼，重视就是改伊的迄个我吼。我遮无迄落，伊家己的影像吼，放伫迄内底，放伫后壁，就是像安尼，一件安尼。了后，佫定心拍字，主要伊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因为吴秀莲先生是咱做台语最重要的先辈吼。伊是我老师的老师，所以呢，伊伫即个伊有做注解，伊内面有甲这重要的在早期的歌册做注解，吼。特别就是后来我发现讲，我迄个台湾民主歌，就是伊有甲做注解，吼。个文理的教主这个是教主吼，这个伊是这个2006年3月初版吼。过来就是咱顶下有讲过的台湾文学馆的台湾民间说唱文学歌册资料库吼。过来第入去就是你入去记的先伫点欣赏，遮有一个目录了，你记咧点这个歌册，你就会当看到吼。这个我搁点一下。即个我咧教学的时阵吼，我咧教台湾文学史、台语文学史、台湾民间文学，还是台湾歌谣，拢定点来学生做功课吼。即顶间嘛有讲过，网络咧走较慢吼。拄则咱看到迄个首页迄个图迄个画面吼，即马看袂到啊。迄是文学馆改版了后就看袂到结果网络即马。我发现讲，若是用这种方式，我咧点网址的时候，伊会有当时伊会走真久了，伊就看卖互伊走法哇，好，有入来，走足久诶，有入来。伫即个欣赏，你爱记点目标，才会走出即个歌吼。了每一铺点，每一铺吼，较重要是每一铺歌诶头前拢有一本册。一本册图形，你爱甲点落，迄个册图形点落有迄个即部歌的内容概述，吼，真好诶重点的整理，这真赞。所以你大家爱记诶，就是一本册遮，点入去。过来就是，这是我的老师施炳华教授伊主持的计划，大部分拢是施教授的心血。当然佫有一寡前辈斗相共的吼。过来迄个，我转来投影片，过来就是国立台湾大学的歌册甲念歌的这个资料库，伊内面主要是杨文平教授。杨文平教授是日本时代的台湾文学家吼，伊写诗写小说拢写甲真好，伊本身嘛是歌册所以伊的歌伊伫台教册嘛，所以伊的歌册有关吼台图书馆，所以遮有一寡真早期宝贵的歌册。过来台伊即个拄则迄个资料库延伸的有一个歌册念唱学习网吼，还是知识网吼。大家家己找时间过去看。过来顶间咱有讲台湾文学馆有一个文物典藏查询系统嘛，有歌册，你查这个总品查询了，你查歌册还是念歌，会当去查到伊的一寡收藏，人馆咯、台文馆还是台文馆家己收集的即个主要的典藏。过来就是，可比讲，我若是拍歌册，就会当找到像安尼吼，每一个你甲点落去，佫有详细的资料。这对咱来讲真要紧吼，对要研究的人，这是念歌用念歌去找。
过来是顶解有讲到台湾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典藏，啊，顶解我无甲伊做伫投影片内底点仔补充哈。共款你若拍歌仔还是念歌，会当找着一寡物件。伫迄个台湾历史博物馆的首页，才有一个研究典藏，伫研究典藏遐个点入去。点入去吼，就会找出这啊了后，你点下骹才有一个典藏查询，典藏查询，搁点入去，点入去了后，你就会伫即个关键词遮你拍歌册，哦，伊就会走出来，哦，伊会拍出一寡像这，哦，伊讲伊即摆有收啥物歌册，啊，你点入去，当搁看到一寡伊有公开的，哦啊，即个部分讲到遮好，过来咱来进入今仔日的主题，日本时代吼，日治时期台湾歌册的选读。后来，即个大省吼，就是讲，有关日本时代台湾歌仔册吼，有一个真重要的研究的新册完成吼，就是顶甲我嘛有讲吼，去年2022年9月时阵，即个张玉平博士吼，伊的博士论文，日时期的台湾歌仔册的即个本土化的研究吼，啊。即本论文真要紧，就是讲，伊甲日本时代，因为歌仔册咱拄则看，一直拢是一开始是对闽南遐来，就是中国福建遐来啦吼。啊，其实早前嘛无，伊嘛无闽南语即个词，闽南语即个词应该是国民党来了才有诶吼。啊，即个台湾歌仔册，但是伫日本时代开始本土化。啊，即个本土，但是即个到底是安怎本土化？本土化到啥物情形吼？就是讲，即个论文是伊是用即个照量化统计数字啊去过来去解说吼，去甲做比较吼，所以我感觉真重要，希望会当正式出版吼。即个是即个台湾师范大学的台湾语文学的博士论文，张玉平写的吼。即伫即个国家图书馆的博士论文网应该会当看到，毋知影玉平已经有开放专门掠落来未吼？过来，不过你若去国家图书馆的博士论文网，你会当看到，上无你会当看到即个论文的伊的目录、甲伊的摘要、甲伊的参考册吼，即个你会当看到。过来就是即个咱来讲地动，其实我即个吼，其实是正月正月初我就做，我是甲3届正月、2月、3月诶干部拢做一家做好，因为我无用，我惊死到我像我即摆真正足无用诶，明仔载要开学，所以我就想讲这无甲闹交，所以我就先做好，我早前就先做好啊，想袂到就即个拄好，即个最近吼，迄个中东搁咧大地震吼，看起来真可怜，啊，所以即个地动伫即个歌册内面嘛有一寡作品吼，咱来讲1935年即个台湾的大地震吼，主要发生伫中部。啊，头一个咱来讲即个8月2吼，就是讲真，就是歌册即个形式，毋是干那用汉字才会使写，伊嘛会使用8月2来写吼。啊，所以呢，伫即个1935年的7月的时阵吼，台湾教会公布第604卷呢有即个歌医师写的《赈灾悲伤歌》。啊，即个咱来讲，就1935年的4月21吼，4月21即个新竹大中遮大地震吼，啊。迄个即个第3期遐有一个迄个中国话叫龙腾断桥，鱼藤平断桥吼，伊即个是即个就是迄个时阵拄做气候无偌久，结果就摇歹去吼。啊，即个大地震吼，真严重哦。啊，所以讲迄个嘛有真侪相关的报道吼。啊，即个7月刊出来，当然毋是7月写，伫咧进前就写好啊了后才刊出来嘛。4月21日，即个新竹台中的大地震，咱来看即个赈灾悲伤歌，即个是即个咧讲徛伫教会角度啦吼，咧讲即个赈灾悲伤歌啊，咱来先讲者作者歌医师呢。伊是即个1867年出世，1945年过身。伊是马偕牧师的囝婿，啊，伊住伫台北的大龙帮，啊，伫即个台湾8月2文献馆内底嘛会当找着伊的其他的作品，吼，比如讲，点一个，伊会个拍，即个查较紧，
那才记。伫遮咱有拍，我顶下找过，所以伫遮查我有拍歌医师对无？我找全部，伊就会当找到伊的作品，介济哦。哦，来看，伊阁有其他的歌吼。所以讲迄个，大家有机会会当去即个台湾的李文献馆吼。即个是李庆华教授主持的，应该是对。过来，咱来看即个，这是教会公布内底的原图，我甲伊加安尼较大字。咱即摆吼线顶有迄个朋友吼，咱有迄个，咱即个有邀请几个读册会打到台文开讲社的朋友来斗相共念即个，念互大家听。所以主持人麻烦你主持一下。好，无问题，多谢洪丁老师。安尼，洪丁老师啉一下茶咧，休困者。咱即马邀请即个阿秋来莫讲带读，来读一个吼，甲大家分享即套即个精彩悲伤歌。好，我念第一趴吼，六日的工课完毕，无事安眠到过题，1935年4月21的早起。好，第二趴。起床在坐顺序时间6点才过去，众人走来又走去，看去电灯动响。第三趴，对当主宰的注意，开始以来有安尼，未尽百姓全不知。证据充分编辑起。第四，抓上所报抓上所报极伤悲，开台袂捌有安尼，当时几千人地死，看听无伤悲。第五，一时全灭所维持，建物云雀在边边，这号在用又在天，所以你我着注意。有人得到漏喙舌，有人头壳在边边，有人得到骹手指，有个全家拢得死。想出妙法，通闪避，天灾地变是天意，
世界无人会照天，敬圣听候末日时，末日期。第八，现时避难的兄姊，咱着尽力帮赞伊，对因照顾因囝儿，身体受伤，对伊治。哦，好，多谢阿秋读甲，多谢读甲哩哩啦啦。真袂啦，咱讲莫讲哩哩啦啦，我感觉读甲算真顺啊。当然内底有一寡较细节的部分吼，就是咱可能较毋捌，咱爱请教洪丁老师吼。啊，总是真辛苦，多谢你读遮久啊，安尼咱换一个朋友来，互你休困者吼。多谢阿秋，个拍一下谱啊，等下我拍谱啊。好，拍谱啊。安尼接下来，咱邀请即个，我看卖咧哦。安尼，咱邀请碧华，咱接续倒读一个，麻烦你。好，来说了来，我来读看卖吼。家恶倒坏，帮赚起，回来回外无集钱。愿咱大家无顾忌，欢喜向前，献银钱。说了来，世界属主的百姓，同情克己，寄付钱，赞助避难的兄姊，交托官员分予伊。过来，一摆世人全觉醒。应该是即摆世人全觉醒，明知无人会过天，军百姓拢同意，花魁向前寄付米，农夫寄付番薯米，妇女寄付内外衣，店员寄付菜咸鱼，商人寄付米粉面。木商寄付三马鸡，金商寄付马口铁，配到避难的乡里，铁道运搬无收钱，顺机报道传真理，福和同情三支持，人类爱人。如爱己，接下救主所教示。世上三物是暂时，白、黄、红、乌、赤。兄姊，咱的老爸点伫天，所望无久为三件。天灾地变常常有，任咱去做铁石厝相拥葛动也无久，月期若到变喜夫。当咱大家着觉醒。反悔认罪顺真理，世上艰苦是暂时，天堂福气无万年。好，非常感谢主持人。多谢。哦，多谢碧华，多谢碧华，多谢阿秋。安尼，毋知咱两位读了有啥物款的想法，要甲大家分享一下无？咱先请阿秋讲一下好无？你拄则读即个第一趴到第八趴，啊，毋知你有啥物款的想法？对，感觉迄种天灾地变即种，就是人无法度按算，而且伊来，伊就是
足紧急，像迄拄有念着讲伊迄骹手拢迄落跫去，啊，搁什么喙齿啊，漏喙齿啊，迄就是看来真，就是我毋捌看过即种现场，所以毋过安尼个感觉迄落真恐怖，就是地动诶迄个威力真就嘛无法度防，正经是迄个无法度咱注意诶，是天伫安排诶感觉。只是家己嘛，嘿啦，咱敢若爱真正爱家己较细致，安尼以上。好，多谢阿秋。其实咱线顶的朋友，若是听会了，有啥物无共款的感想，嘛欢迎恁写伫边啊，咱较等的有机会，咱就会替大家分享你的感想啦吼。因为咱即马就是算讲 YouTube 较无法度互恁讲话，但是嘛，就希望会使听到恁的意见。吼，咱接下来邀请碧华，你读即个第9趴到17趴啊，毋知你有啥物款的想法？我感觉吼，因为迄当阵是1935年嘛，到即马已经几十年过去啊，强要100年啊吼。不过感觉台湾人无改变呢，就是讲只要有天灾地变啊，化工爱出来救助，就大家你有啥物你就管啥物，因为看拄则讲做生意人管啥物，富人人管啥物，咱即卖人嘛是共款啊，所以我感觉台湾人一直拢足善良诶，这是我看一篇诶感想。多谢。好，多谢碧华啊！我家己嘛来讲几句啊吼。拜托主持。哎呦，老师莫安尼，毋是啦，主要吼，我就感觉讲，你看像拄则碧华有提起，就是这100当前诶，内底有一寡台语词，甲咱即马用法无啥相像呢。啊，你看咱读白话字诶作品，咱就会使学着迄当阵安怎讲。啊，咱嘛是会使甲遮个较台语开口诶词通扣转来。搁一个我感觉较趣味是，毋知恁敢有去看到，就拄则有一段咧读一罐诶色水，伊甲红甲赤甲分开有无？就是我毋知影迄是，就是红甲赤诶差别伫倒位。若是线顶有朋友有了解吼，会使就是嘛报互我批判一下吼。啊，总是因为头前一半甲后壁一半因主题无啥共款，因为头前就是代志发生嘛，啊后壁就是代志发生了后，其他诶人做啥物代志，啊迄嫁父啥物，遐看下嘛是真感动。但是我感觉也是较感触较深诶是迄个到底大家迄个死诶情形到底是拢啥物款，有无迄骹手指啦？那啥物物件缀边啦啊！我真正我读到迄我想讲，啊是到底安怎缀到遮凄惨？好啦，就讲到遮，莫甲洪丁老师占时间。多谢主持人吼。即个因为选择 YouTube， 选择 YouTube 人就要听这有啥物意见，你会当伫 YouTube 会开讲式会分享啦吼。我感觉讲即个因为这是牵伫教会公告吼，其实教会公告本身就是报纸嘛，虽然这是一个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咧书写，毋过呢，伊第一就讲伊的新闻报道性真悬吼，伊会去描写到迄个当时开始地动即个地动的状况，过来就是讲伊佫有去写到人的内心的即种惊吓甲毋知要安怎了后就是讲去详细去描写即个死伤的情形是安怎。迄个具体描写，互咱有袂输看到迄个画面。过来，我感觉真感动的，就是讲，确实讲，伊后壁去讲着讲，啥物人，大家管啥物，就是讲每一个人拢真伊会开来，去大家互相斗相共，即种心啦，我感觉这到今仔日为止，讲最近即个中东即个 Turkey 即个Turkey 火箭叫土耳其主持人土耳其的台语到底要安怎讲？我拢读土耳其呢。土耳其好，多谢。土耳其土耳其的即个地动啊咱台湾嘛是，因为咱就是，其实我感觉讲真正的，咱就是歹命的台湾人，歹命的人较会当了解共款歹命人的心情。我依照阮老师讲过吼，讲
若春夏秋冬较有变化的人吼，迄代人会较有感情。啊，若这季节拢无啥变化的人，伊会感情较冷。啊，咱台湾就是天气多变化，啊，咱嘛是咱的天灾地变，啊，包括讲迄个咱对迄个乌克兰吼，即个乌克兰即个爱心吼，共款就是因为咱就是共款歹命，我有一个恐怖的即个隔壁迄个敌人吼，所以讲我感觉咱的歹命嘛造成台湾人的迄种论命甲爱心哦，会当去理解甲咱共款歹命的人，啊，我发挥咱的爱心啦吼。所以我感觉讲即首歌，互我看了真感动。啊，过来就是讲，伊最后会去讲着去做一个生命的思考吼。当然，伊是徛伫教会的观点，毋过咱来看着讲，到最后咱若咧思考生命的时阵，最后就会进入到一个宗教性的思考吼。因为人伫即个天灾地变的时阵，人的性命是遐尼毋值钱的时阵，哦啊，即个要安怎会当搁继续好好活落去，啊，要安怎活出一个会当搁较正面的未来吼。所以讲，即个歌医师牧师即个真知悲伤歌，我感觉是真重要的。即个伊有台湾史、台湾文化甲即个台湾文学的即个真重要的一首歌。啊，过来咱来讲看即个共款是即个林汉迄个咧写即个中部大地震吼，即个吼。啊，我查即个震灾吼，伊是读震第二声，啊变调会变第一声嘛震灾吼。啊，因为我爱考腔，其实我毋是字变音啦吼。就是讲我查询吼，即个伊毋是，咱是讲震，即个若单字有读震第三声，毋过若是地动的时阵会读第二声。我去查词典是安尼吼，较侪，所以咱发现讲，因为歌医师，若我会听是歌医师牧师伊嘛是写第二声吼。即个中部大震灾新歌，共款1935年随成出册曲，随成就是伫台中市的一个日本时代出歌册真水、真重要的一个歌册出版社吼。啊，伊有出即个林汉忠的中部大震灾新歌。即个伫徐炳华老师的即个徐炳华老师主持的即个台湾文学馆的台湾民间文学歌册资料库有收即部歌的重新拍字版，啊，甲罗马有汉字甲罗马字的对照。过来就是讲有做徐炳华老师有做注解，即个原册诶，即个原册是彩色的啦吼，即个是影印的，所以就变黑白。过来来介绍即个作者林达标，因为伊有伫歌册内底吼有出现过无共的名，有林教啦、林阿教、林汉忠、林敏川，啊，伊是大家人吼，伊即个伊讲吼，伊即个伊。所以伊是真巧的人哦，伊吼无读，伊讲伊无读汉学，无读公校校，也无读汉学啊，家己自称汉文和文拢捌。啊，其实早前足侪人拢是安尼啊，拢是靠家己学的啦吼。所以伊就家己迄个透过即个歌册嘛是伊学歌册了写歌册啊了家己，所以伊是真有才情的人，就是他家己。会晓写歌册，啊，伊个歌册写了真好哦吼。伊是真重要的一个歌册作家，啊，伊个语言是活漳腔，这是徐炳华老师讲写的吼。介绍啊，过来即个网站的，伫即个网站会当看到即部歌吼，就是咱若点入，我即摆就无去点嘛吼，就是你点落去了，你点迄个中部大震灾新歌吼，你就会当看到。啊，过来你若点即个册，会当看到内容的介绍。啊，伊个内面的内容就像安尼，即个资料库内底像安尼，啊，你会当选择像安尼汉字伫下骹，罗马字伫悬顶，还是像拄则安尼一边汉字一边罗马字。过来文字你会当看，你要看原文的用字还是改字的安尼吼。啊，这有一寡有识水的，就是有做注解。啊，即摆吼我有选一部分，我有甲拍字出来。请即个咱的共款有邀请迄个朋友，咱的朋友来甲咱念吼，啊，所以请主持人你来替我主持者。好，多谢洪丁老师，辛苦。安尼接续落来，咱邀请有志丹路来替大家读即部歌。哦，
多谢啊！等下若是读了无好，请大家包涵啦。好，好，安尼我就开始啊吼。好，同胞朋友，通通请。这站新歌真足听。中部真知是有影。小弟临到再改名，小弟临到再改名，改换汉中报恁知。自所无换亦原在，汉中就是我不在。遐后字啊好。歌啊我编真侪种，临到改名换汉中，前改闽川无采用，汉中即有音甲用。列位兄弟种东冲，做对单言亦无妨。讲起真知会惨重，歌啊我有编一通。真知歌啊我有编，被害灾民真可怜。遇着天灾的地变，生死这役莫怨天。19强震过了后，我有视察过地头。二手狗棍我有教，看到目屎亦冷流。有即个早19我向才注意到咧，有可能你讲旧历，因为考察拢讲旧历啊。4月20旧历毋知是几号？主持人你帮我查者好无？1935年4月21旧历是几号？好，即马查啊，先查，我再甲你讲。啊，我插一句，迄个应该是鸭，应该是安尼较顺无？好，你再看嘛，伊个鸭。这也无怨天啦，吼。也无怨天，好呀。到主持人你查一下。了解。安尼我继续听吼。好。看到夜灵流目屎，无疑极大的震灾。二手狗棍的被害，生死莫非天吹白。19强震迄当阵5:62分，大破校里的逼准，被害心大。阮讲后里，但阮在讲后里嘿。大破后里的逼准，被害心大方圆军。后里逼准也大破，震源地中出金蛇，大家姓林汉中我，震灾了后这边歌。3月19日早起6:02分，迄当时强震道路也归里，灾民无处通好居。道路居里也出水，二手灾民真吃亏。当局急派救护队，派往灾害地周围；大家急派壮丁团，派往清水所济番；再派保甲民应援，也有官力的支援。继续。青年团员甲壮丁自动清水行无停，一架5名有指定，派去救护真正经，一架各个派5名，无胆派着夜灵惊。你当应该是5名，因为亚文嘛名5名好，一架各个派5名。无胆派着夜灵惊，派灵通常伫歌册定定拢会读也会惊，也会惊好，也会惊。派有家长甲保证，牺牲工作当然行，当然行嘿。好。大家滚下被害地最上惨害清水溪，死的真死
这是地还是地正地？地正地，应该是用阿文嘛吼，地加地。地好，地正地，四上1000左右的，四上1000个左右，电条倒派线结球，212个是手，应该手吼，手是手吼。死上济人大中州，19早起拄礼拜，学生无读晚起来，专业得困哦，专业得困在床内，也有地死无人知。清水一间医生馆开业做戏半现员，生死天数难得反。一个地死即运官。哦，等我，为什么会跳来遮？等者哦，迄要互单路休困啦。小休一个，较等来遮来。是毋是念完啊？啊袂嘛，对。也袂读，应该我会记你即鋪真长。我嘛是想插一句。好，来主持人你讲。我插一句话，老师你有影先知无毋对？即个中部大震灾是伫咧旧历3月19。哦，新历是。所以咱会发现真心性咧，伫即个教会吼，伊是用西元咧算年的，所以迄个牧师写的是4月21，但是迄个林汉忠歌册是过台湾年，所以伊会讲迄个旧历，伊会讲旧历吼，会讲3月19吼，所以两个时间，一个新历，一个旧历，介是毋是？继续哦。有人装下来看戏，假是天数也难移。点人斗困互地死，有人煞船无心思。一间菜店后山角，内面妓女死2个，死2个，好。阿文嘛，2个。各2个，一个虽死福气好，也有受伤不是无。迄个无死但是勇，户底无死也着伤。被害调查到真相，听见得讲倒真凶。一个查某得起火，一个主色得压酒吼，敢是压酒？火较无糜哦。糜糜吼，较糜。较糜哦，一个糜拢压糜，有较糜。糜好，一个主色得较糜，较好行对壁边过，壁倒骹骨底做龟。地做龟啦吼，龟。地做龟。我介先是宣到遮，我搁有诶。应该是唔会拍。重伤轻伤万无数，医生随手得骨，临时避难救护所，郡所后面的草埔，底会正地讲成讲，电顶讲正讲，电顶消灭暗蒙蒙，电工随手得快创，通家大细真惊慌。敢若宣到遮，对。安尼主持人，你主持。但我辛苦，多谢你，哇，就厉害！发表意见者，对，发表意见者。其实我就是细汉有对即个布袋戏台语的迄个声音的记忆是真济啦。虽然讲我大部分时间是拢对迄落啥妈妈因拢来台北拢讲中国话毋过我这声音的记忆是真强，所以其实我读这篇的时阵，就是感觉迄个声音，敢若我家己咧用声音咧播布袋戏，迄种感觉真新鲜，我嘛真喜欢。就是嘛是前几工拄着迄个 Turkey 的地震的时阵，我其实嘛有家己写一篇迄个
短短的迄个歌啊啦，啊，就是讲，因为有参加读册这个歌仔读册会啊，就是互我会有迄种母语的声音的感觉，又搁豆豆找倒转来，我感觉就是读歌仔真正是足好的，而且会拄则安尼读落来，我是感觉就是愈读会拢愈欢喜，啊，家己咧唱歌，迄感觉是真心内底足有感觉的，嘿。好，以上。多谢安尼主持人，你嘛发表一下你的感想。是了解，其实我感觉就是平平拢是咧讲即个中部大竞赛啊，像即个歌艺术甲即个甲即波林汉中因的处在的方向无啥相像，就是讲即个林汉中伊即波那亲像较注重着讲代志发生的时阵，因咧创啥安尼迄种感觉。啊，但是歌艺术那亲像较要伊讲代志发生过，死拢死啊！啊，咱咧创啥？咱会使就是遮个人做啥物代志？我感觉当然，拢有啦，只是迄个比例我感觉无啥相像，这真趣味。啊，咱迄个线顶啊，有朋友其实有咧讨论腔口的部分，我嘛感觉真趣味。啊，甲线顶几位友志迄个分享一下吼。像讲即个，虽然这名我读袂出来，伊咧讲梅啦吼，啊有人有讲毋是梅是梅，但是就我个人知影，干那即字梅至少7种读法，无我讲梅，嘿我讲梅，梅，啊有人讲梅，梅啊迄个有梅啊嘛有梅啊嘛有梅嘛有梅。啊，就是至少7种啦。我之前为什么即个物件有较侪讲法哈？我较感觉较深刻是讲，有觉得意思就是大家拢共款啊。啊，为什么食饭即个会有较侪讲法？对啊，我感觉较趣味是，通常若要讨论梅吼，有遮侪讲法。我毋知影哪有遮侪讲法。啊，毋过若要讨论梅，咱着爱去讲迄个 plum， 像咱中部一定讲梅啊。我甲人讲要食梅啊的时阵，下港的朋友就讲：哈，你啥要食梅啊？梅啊，梅啊！我找台语找看觅吼。好，来。台语甘字顶有即个梅，好啦，暗梅嘛有暗梅呢，佫有梅，啊，我看觅。大字大词顶是梅，梅，佫有啥？梅，我感觉主要是我想到一件代志，就是讲为什么食稀饭粥这个东西会有这么有较侪讲法，好比讲，阮兜食饭毋是食饭，阮兜是食糜。恁除了食饭食糜，敢嘛有其他的讲法？阿秋，恁兜食饭安怎讲？恁拢食饭还是恁敢有食糜？阮是食饭啦。食饭哦，啊，恁敢有人有佫有其他的讲法？但先安尼就是食无，阮讲无，比饭佫较侪种讲法对无？对。我就感觉这嘛是一个新时代。啊无啊，敢若即个无到迄个，看你是要食较热烤的，还是要食较清的啊？你著看你在人头。清的啊是较暗的啊，但是就是迄就是无啊，对阮来讲，迄就是无啊。嘿啦，我意思讲，伊的形态有足侪种，所以伊的头发嘛几啊种，啊，拢每一个语言应该是，每一个腔口应该拢是固定一个讲法。不过，若是咱在记着，咱大家家当做一个新时代，继续去想去研究啦吼。啊，我即马点即个台湾文学馆徐炳华老师做的即个台湾民间文学歌册资料库吼，我有甲点入来中部大竞赛新歌。头前即个就是讲，伊即个头前遮有一本册，即本册若甲点入去，就会走出即个画面，即个内容概述，伊会讲着版本甲作者。啊，伊时阵吼，毋是干那随性有，佫有其他的什么版本吼。啊，根据即个研究，即个大家家己去看吼。啊，了后就是讲，即个施老师即个资料库吼，伊有
伊就是有拄则有人咧讲啥，我有咧看 YouTube 有人讲迄个无罗马尼看较无，但是也毋知影吼。因为歌册读歌册，咱记诶就是讲歌册基本上伊是听声音为主诶，伊诶重点就是爱互人听有，听有比看有搁较要紧。啊，而且早前吼一开始诶时阵，足侪人买歌册，像林汉忠先生伊嘛讲伊是一开始伊嘛是透过歌册来捌字嘛，啊伊也讲台语啊，搁会晓看有歌册，啊所以学捌字。所以歌册伊主要就是以声音为主的，所以甲汉字摕来当做照音字咧用。所以咱若是有当时拄着有一寡疑问的时候，咱爱去想讲口语用口语的方式去念，较会通啦吼。当然有当时伊嘛有一寡文音，因为其实咱生活文白啦，毋是即马才有。啊，搁来有当时为着押韵吼。啊，总是讲基本上来讲，你若是读歌册汉字，你若读无的时阵吼，你就是用家念看卖，用台语念看卖吼。啊，搁来迄个即马线顶看，这是老师教你会当看原文嘛？啊，原文你若要看伊的原文的用字，伊就甲你讲，改字是安怎？伊会小可甲改字，啊，了有一寡注解，才有做一寡，有一寡语词伊就会注解。所以即个。大家吼若对即个有兴趣的，你家己才去找时间看。啊，你嘛会使看罗马尼，你是要看白话字的送，让我点一个送。伊即马咧走。伊即马罗马尼就改做白话字啊。伊即个电脑的程式的设计是英文研教授找人去做的啦吼。啊，当然即个我刚处理了解好，这是英文研老师负责去找人做的吼，伊人讲要安怎做啦，请设计师来做。啊，较可惜的是讲，因为后来老师有当时伊想要搁改的时阵，即种资料库吼，写迄种电脑程式就是旧了要搁改真困难吼，真好改，所以有一寡物件就感觉伊无够完满嘛，是就安尼甲藏咧。啊，世事袂得圆满啦，人生搁伫焦长，安尼已经真好啊，我感觉真赞吼。所以，若是要考台语检定的人啊，我感觉逐工来遮读一部歌册拢真好吼。所以各位乡亲吼，你会当家己去读。啊，即部歌到伊上后壁是安尼吼。啊，伊遮有讲着一寡在地的地名吼，所以我感觉就是讲，咱咧讲即个在地文学啊，我感觉即部歌也是真重要吼。啊，你会发现讲。因为即个歌医师、歌牧师，伊是迄个，伊是大龙崩遐的人嘛。啊，即个林达标伊是在地嘛，伊就是伫真在迄所在啊，所以过来伊这歌，伊这是要出一本歌册，所以伊写会较长，伊会比即个刊日9的公布迄个歌牧师写迄较短吼，啊，伊这较长，吼，过来搁转来到影片。所以就是讲，后来即个像九里大地动吼，嘛是有即个同款歌册来，迄个吴天罗老师伊嘛有写即个有关地动的歌吼，台湾大地动歌吼，中国大地动歌，过来阮有一寡其他的迄个文学家伊学歌册的方式咧写即个地动。啊，这对咱台湾人来讲，就是讲咱无法度闪避的一种可能，毋知伊当时的地动吼，这确实是安尼。啊，这个我先跳一个画面，过来时间搁更较早，咱看到这个台湾总督府，讲到这个台湾总督府，日本人起的厝介用的吼，伫这个92大地动的时阵啊，会发现讲中华民国起的厝较会倒，咧到日本时代起的较用，这嘛是会当互咱去思考的啦吼。过来就是讲来讲这个1897年公司第9年的这个台湾民主歌吼，这个台湾民主歌吼1999年，张罗教授有即个出一本册，叫做《台式民主歌的教主》内底有讲，伊透过即个语言学家的方式去分析伊的即个语言吼，押韵，伊认为讲伊的作者伊的歌腔啊，应该是台北的海口腔。啊，若照故事的内容来看，认为是可能主要是松山吼，就是即个石口迄带的人啊。即个因为即个松山是日本时代吼。1920年才改做松山吼，所以迄个
因为我有研究这首歌嘛，所以伊主要较是对舌口迄搭吼讲了介清楚。过来就是讲伊记录吼，即搭有讲吼，记录毋是讲海口腔，毋过甲歌手佫有一寡无共。伊是讲记录的人，伊有咧怀疑讲，可能一开始唱的人，唱即个念歌即首歌的人，唱即个台湾民主歌的人，可能无定是另外一个，啊了佫有人甲记录起来，啊记录的人吼。甲即个歌手的本身的腔口可能有小可无共吼，或者就是讲，嘛有可能是即个大稻埕迄带的人。啊，总讲一句就是伊是台北腔啦吼。了后呢，施炳华老师伫2011年的时阵吼，伊有即个研究台省民主歌的作者甲腔调的即个探讨。这篇论文内底有讲吼，伊的即个出版时间是伫1897年嘛，较早期的歌册。吼，早期的伊意思讲早期的歌册，咱即摆拢江泉南嘛，毋过伊讲早期江泉无分的可能性较少，就是讲早期通常拢会江即个作者是腔是江腔还是全腔，伊较袂南，较清楚，所以伊去检查就是讲，伊的规部歌拢是即个全腔，吼无江腔，吼，这是。施炳华老师讲，伊认为伊的作者有可能是本身嘛是一个教南管的即个南管龙文先，就是一个教南管的老师啦，先生吼，伊是台北的泉州腔。过来，即个1897年是啥物年？就是即个用假期来算，就是丁酉年。迄年是有上过是晚清光绪皇帝23冬吼。咱台湾人已经变做日本人咱是明治天皇30冬吼。即个台湾民主歌吼，伊伫即个。伊出版的时阵吼，伊有几个版本较有名的两个歌名，就是台湾民主歌甲台省民主歌。所以即个有一个版本是招引主角伊印刷发行的，就是即个新曲手抄台湾民主歌，伊就安尼写新曲手抄台湾民主歌。差不多迄个时阵吼，但是吼招引即个伊无写伊当时出版的，咱看袂到。毋过看了比较内容来讲，甲上海点就知即个两个出版社拢是上海，因为迄当时上海的印刷技术较好，所以就算伫台湾写，若是会送到上海遐去印刷出版，这也是真有可能吼。而且迄时阵台湾算是属伫大清帝国清国统治，嘛有可能，因为迄初开始的时阵两边也佫会通嘛吼。这故事真，咱就会使家己想啦。到底是安怎有人念这个歌了，有人甲写出来，了后佫送到这个上海，透过上海遐来印刷。佫迄时阵吼，有几个无共的出版社印，表示讲迄当时足侪人想要了解台湾发生啥物代志。上海点就知，伊的迄个册名伊就写，伊有写讲这是光绪丁酉年的秋天，印刷的。这个就是伊的封面甲伊的头字啊，安尼。过来，佫有迄个上海开文书局，上海开文书局伊有即个新刊民主歌，内面写新出民主歌，后面是新刊民主歌，内面是新出民主歌，伊就无台湾这两字。但是咱看内容是差不多的内容是差不多的。过来。这是无共的一寡版本，包括有手抄的张如虹教授有收到一个手抄的版本过来后来迄个伫2020年的时阵我拄好有一个缘分去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帮伊审查因一个歌册计划黄如元先生伊伫遐做研究员，伊就真慷慨，伊就甲我分享，伊有写一个论文，拄好有研究这所以伊有甲即个版本甲我分享，所以我才看到讲这是中华民国35年的春天印的，就是1946年，咱变做中华民国人，中华民国统治的过当年即个是即个王思明的即个思明主角伊印行的。伊歌名就写做即个台湾民谣细腻的了番仔反歌集第一回佫括号写日本反民主歌即个印刷的版本才是先做即款。过来即个来讲伊的即个演唱的版本我相信就像咱拄则张如虹教授讲的，讲伊早前应该就有可能就是有人念歌了后有人佫甲伊做文字记录。
吼。咱时阵真讲诶，咱毋知啊，因为真可惜，早前都无录音嘛，所以咱毋知。就像迄个，咱讲新有一歌诗咧，讲千古时代迄个戴万星，迄个武装反抗大清帝国，迄个万星反，嘛是有歌册啊，文字嘛，就是歌先伫日本时代念歌，互赖和先生听着，啊赖和先请伊去因兜念互伊听，开头一礼拜时间，甲伊记录做文字。啊，后来歌名发表伫过10天吼，发表伫即个台湾新闻学杂志，歌名叫做《新有一歌诗》。啊，迄个是咱会当确定哦，透过伊记录，咱知影是先有歌先念歌吼。啊，但是台湾民主歌到底一开始是安怎，咱毋知哦，因为迄嘛是战乱的时期啊吼。咱知影讲日本统治台湾，拄开始头前咱原来过着真艰难的生活。啊，伫即个，所以讲咱即摆会当听到的版本是。杨秀卿吼，去年6月拄过往的即个咱台湾念歌的国宝杨秀卿老师伊演唱的版本，这一开始是1996年的时阵吼，罗秀一还佫在生的时阵，这是伊的愿望啊吼。罗秀一，咱知影罗秀一主张台湾独立，啊，一生为台湾奉献拍拼，啊，伊毋若做政治运动，伊对台湾的文学音乐嘛足要义的吼，啊，所以伊的牵手单曲受拄好是即个。那个音乐家嘛，所以伊有因有一个白灵史文教基金会，啊有伫1990年的时候有出一套即个音乐台湾有声册，啊内面就有收即个台湾民主歌，吼啊有请即个杨秀卿老师来念其中的一部分念歌。啊，杨秀卿老师，咱之前顶届咱有讲过，就是讲伊念歌是属于改良式的歌啊，就是讲伊较后期咱所听到伊的念。杨秀卿老师，我相信伊早前囡仔是学念歌，应该一开始嘛是学传统式的，就是古念的，无讲就一直念。像咱看李柳仙老师念的迄个十殿念经，伊就是古念的，拢袂讲话，一直念，一直唱啦，够唱的吼。但是到即个杨秀卿老师，伊算是改良式的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代表的即个歌先吼。伊念即个1996年伊念的即个版本的台湾民主歌，伊就是安尼，伊会哪讲哪唱，哪讲哪唱，后讲后唱就对啊。这是头一个甲台湾民主歌念出来，就唱出来。啊，我讲的就是讲，但是我意思讲，咱家己头家去想啦吼。有可能早前1895年、1896迄个时阵吼，伊应该是若是真正有念歌吼，伊应该是无口白、无讲话，就是固念的，一直念，迄种的形式，有可能是迄种形式。啊，去调嘛较简单啊，袂。啊，总是讲无啊，咱无法度转到迄个年代啊，所以你看吼，1996，啊，都100档呢。因为我看这部歌伊的内面的时间点，差不多是写到1895、1896这个时阵，所以讲，多100档安尼吼，100档吼，100档的历史。啊了2002年的时阵吼，这个迄时阵罗秀一先生应该过往啊，罗秀一先生是1998年过往的吼。啊，2002年的时阵，伊的牵手单曲是继承伊的愿望啦吼，就甲即个请杨秀卿老师甲即个规部念歌拢甲念出来。啊，咱知影讲即个杨秀卿老师伊青梅嘛，伊一定爱人甲伊讲即个内容，爱甲背起来，所以真了不起。所以有出即个台湾民主歌的出册，啊甲迄个。定心拍字佮注解的册，啊，甲即个完整念歌的 CD， 吼。啊，像我拄好，我运气真好，我拄好咧写即个博士论文，就是咧研究歌册内底台湾历史书写。运气真好，所以时阵我有写批甲因讨，甲因讲我想要买，啊要安怎买，结果伊咱送我，所以我有即套册。过来就是即个2015年5月初6的时阵吼，伫即个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伊有一个即个1895年的特典吼，啊，迄时阵伊有邀请杨秀卿老师去念歌，啊，迄时阵过去杨秀卿念歌拢是伊的先生杨再兴先生吼帮伊迄个扭大贡献，但是2015年的时阵，杨再兴先生已经过往啊，所以就是改做有即个杨秀卿老师的学生吼，就是咱台中即个笑咪咪念歌团、微笑念歌团吼。
即个伊的团长朱建治先生帮伊留大贡献，吼，下大贡献。啊，即个影像有放伫即个线顶，吼，有放伫即个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迄个 YouTube 馆顶，吼，所以我即马先退出即个画面，我来放迄个影像，安尼我换另外一种模式。等我一下，我停止分享了后，换伊翻页大民主歌。安尼我想咱来利用这个时阵吼，大家来听一个，吼，欣赏一部分安尼。这是情调。主持人，敢有听到声？有，就画面有拢 OK 啦吼。正常。好，安尼我就甲放落去哦。变出一个啊，好的你在。情调的代志，咱们若是要了解的话，咱创作这火车也行会出来。创作火车行起去，无脚会走到一年期，轻车思量用计计。百姓就是阮阿里，笑的呀，文明一个笑阿里呀，各位，因为讲要听这个哦，来日本讲台湾安怎样讲法吼，咱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头站咧。较冷静啊，我才爱甲切一点啊吼，请咱大家多多原谅我这里咧，只要讲我趁人唱歌，啊，都讲本来唱啊文不对题哎，请你多多原谅，我先甲你讲者，无你拄好看到到地方，那会无共款咯吼，所以为着这省时间的关系啦，要甲伊确定这个后面镜吼，恁听到较明。因为时间的关系，佮因为这网络本地就听会到，所以我即摆吼，甲伊走去后壁跳啊吼。即摆情人烦恼在心怀，海风歌一直咧播咯，播讲打惨啊！咱即摆吼，乌地界种一阵，兵书太师是真可怜，金山的人在较紧。即时逃走脱离身啦！咱讲这个山顶啊，已经反船吼到夜咧。兵士伫咧烦恼讲，咱吼都要紧来疏开路头。伊讲点去咯，你嘛毋通安尼掠咱家己的志气，助长他人的威风，搁较无甲伊起一个关家咧。即摆要起关家，已經知影迄個字母嘛文啊字，也因為時間咯的關係，啊都會當家己啊念較濟啊，啊我推恁安尼較實際，後擺若有機會咱才去念較濟啦。謝多謝。好，我即摆搁切转来吼，我感觉即个以我个人来讲，我咧做即个研究吼，所以我看到讲迄个虽然已经有杨秀卿老师伊念过迄个 CD 录音，毋过会当看到伊现身吼现场念即部即个台湾民主歌，啊，搁甲伊录影落起放伫网络啊，虽然讲阿嬷已经杨秀卿老师已经无。去年登去天顶啊，毋过咱会当透过这个当总算会当看到讲即个1897年超997天当时的即个台湾民主歌，伊的迄个演唱的即个可能的情形，吼念歌的情形，我感觉真宝贵，即个影像真宝贵，所以感谢即个台湾历史博物馆，所以讲。大家有机会吼，爱去甲伊支持即个台湾历史博物馆的 YouTube， 啊，嘛会当去迄个台南吼去甲伊参观吼。过来就是讲，台湾民主歌吼，
上早应该上早帮伊做注解，应该是1997年即个屈文锡、陈宪国先生因两个吼，因编著的即个台湾七字仔系列的迄个台湾演义即本册内底，即本册内底呢，因甲即个收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底的即个歌册吼，甲伊摕来做即个注解，啊，其中就有台湾民主国吼，啊，即个是1997年，伊内面的迄个注解就像安尼，啊，伊有甲定心拍字，啊，伊有改字吼，伊改做改字，啊，这是1997，吼，1977年的时阵吼，应该是讲上早做注解的一个版本，过来。即个过2冬了后，张如峰教授有即个台湾民主歌教著的即本吼，这是文豪出版的啊。即本册就是讲，我感觉真赞的，就是伊是一撮汉字，一撮白话字。啊了后，就是因为张如峰教授是一个足顶真的语言学家，所以伊下伫语言学家的角度吼，啊去帮伊做一寡注解。我感觉即本册真赞，就真赞，而且我有真是，过来，即个我拄则有讲2002年迄个单曲是有即个出即个，请杨秀卿阿嬷佮甲唱即个甲开鋪的台湾民主歌甲念歌嘛。啊，迄是一套册，伊出2本册，真大本，真厚，差不多就是甲即个共款较大本的 size。伊是即个伊有我的图我边就有变，同摆摕出来就像安尼啊，即大本的。可能迄个 size，我即摆都摕出来即个，我应该切换一个我的导影片，我的分享的画面的方式，安尼好，互恁看到我客厅乱糟糟。等我修改者我分享的方式。改先呢，我爱甲我的，因为我要恁看到册，我就爱先改伊的。无时间效果好，安尼看着我后壁即乱诶，好，就安尼，这是我的客厅，安尼我即嘛好，了就当看到即本册，比即个2本，所以讲即本较大本吼，这应该是 A4 size，啊，这可能是 B5，这是 A4， 有可能是安尼，掀开，好啦，掀开，拆开，当，我足欢喜，我有即套，就是我写批足先生伊讲，因为我要做研究啊，所以敢会当买着即套，结果伊就讲伊无咧卖，甲有咧送，所以呢就真慷慨送我即套，了后掀开，内面就有一块。CD， 看了，我相信真侪人做欣赏我有即套，就是这 CD， 这 CD， 然后呢，这 CD 真宝贵，因为伊是台湾民主歌，杨秀卿阿嬷吼演唱的，规鋪演唱的版本。这是我有写呢，2004年的10月22日，我送我即套安尼过来。伊内面有就是有迄个黄虎记的故事，就是有去讲到即个台湾民主国的文物的一寡图片的图片，啊，佮有介绍图片。这黄虎记拄现着黄虎记，彩色的，我感觉真赞。好，安尼我甲分享的画面切做雾好，安尼切做雾了后，我应该这雾。好，切雾了后，我今仔要创啥？我等下导影，我爱分享导影片，好，导影片，好。安尼我拄则有demo过册，大家就知影讲，这册大概形做啥物款吼？啊，伊内面我互大家来看，伊即个台湾民主歌迄本册内底，伊就是有几鋪歌的歌词，佮定心拍字，有做注解。啊，我因为有比较无共的版本嘛，所以我发现讲，伊即内面的台语注解吼，即个单孙卢小姐的注解，我感觉
伊有一寡所在有参考着区分小南宪国先生的注解，有一寡所在啦，毋是全部。啊，我感觉较可惜的是讲，伊无去说明讲伊有参考着，嘿。啊，我个人认为讲，咱若有参考着别人的物件，应该爱解说，吼，爱说明者。我认为讲，因为我有比较嘛，我发现我有一寡所在感觉是，当然毋是全部，因为伊内面有关历史的部分，伊是有迄个吴文生，咱台湾的历史学家吴文生教授，伊有帮伊做一个历史的一个算顾问啦吼，总是讲，即个我毋捌即个单纯如先进啦吼，只是讲我家己发现讲，伊有一寡注解是有参考着即本，嘿，大家当去看卖吼。过来就是讲，吴秀丽先生伫即个青岛讲咸丰闽南歌册选读者吼，这是当然出版是2006年，但是这是伊搁较早前伊本地都有做的吼，只是较慢出版。伊内面吼有收即部歌的全文啊，即个就是原始的迄个招引书局即个版本啊，招引书局即个版本是收伫即个即卖国立台湾图书馆，以早叫做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啊，日本时代台湾总督府的图书馆，就是收的迄歌册吼，啊，迄套歌册叫做台湾俗曲，台湾俗曲，台湾。我使互袂记，反正就是讲，即马收伫即部歌册的原本吼，是收伫即马的台北的迄个国立台湾图书馆内底。啊，伊伫即个吴秀丽老师即本册就伊捌定心拍字，啊，伊有做文字的教注，哦，主要是迄个去有一寡字去甲做注明说明安尼。我感觉这嘛真要紧，真重要吼，因为伊是徛伫迄个文理学家吼，过来迄个杜建峰先生伫即个2008年吼，伊的歌册起稿语言文学甲文化即本册内面真重对即部歌介重要，就是讲伊有针对张如虹即本即个台省民主歌的教导，伊搁去改做一补充。伊内面佮伊讲到律舞即个词的意思吼，我感觉。伊讲了真值得咱参考吼。过来就是2009年啊，詹祖良先生吼，詹祖良教授伊的即个台省民主歌的教导，收伫即个台湾歌四论吼，四论即本册内底，啊有即个台湾民主歌，伊帮伊做教导，好，过来就是2001年伫即个台湾民间文学说唱文学歌册资料库内面吼，施炳华老师有甲伊做注解，内面有罗马里甲注解吼，啊，就是像咱拄则看迄个中部大震灾新歌共款吼。啊，2014年了后是老师有搁做修改，但是因为我拄则有讲，就是文学馆即个系统资料库，伊迄时阵已经设定好了，要改着有困难，因为定式千变万化，对时代的演进，就是迄时阵就讲要改时吼，有困难，所以就即马咱线顶看到的资料库内底是2011年的版本，啊，2014年也佫有一个新版的吼，伫即个虽然是安尼，毋过差别无大啦吼，就是你会当去即个台湾文学馆即个线顶资料库，共款点即本册遮。点册你会当看到内容概述的 PDF， 吼，安尼咱即马就原来共款甲点一下，还是爱亲身走去看一下。所以讲，台湾民主歌、台省民主歌真要紧嘛，真要紧的时阵，你若要看到伊的一歌，就是即个资料库对咱来讲是对初要了解的人是真利便的啦吼。啊，伊也搁咧走，我把这个文册收起来。我这个文册最重要，所以我爱甲伊当做传家宝。阮囝有讲，我有问过阮囝，我这册顶敢有要滴，伊就讲有啊，伊讲要滴，所以阮这册阮囝会使留落来。好，来啊，到遮咱来点欣赏，礼拜了就是点欣赏，了点目录。好，目录来找即个
台湾民主歌，看卖，伫遮上海，这是用上海点石仔的版本，所以是台省民主歌。共款，这本册咱来甲点落去，会当看到迄个是，这应该是施老师、施炳华老师写的一套哈。等于讲，这个资料库内面有除了施老师以外，嘛有一寡是请其他的人斗写。啊，大部分吼是施老师写，我知影即个台省民主歌是施老师写，因为施炳华老师有做研究吼，就是即个台省民主歌，伊有解说伊的语言属性啊，编者的身份啊，即个过来咱来看，搁点一个全本伫遮吼，全本。主持人，咱是差不多到当时爱互大家交流。会使到45分，45 OK 好，安尼，伊共款吼，就是你会当选汉字的排方式，哈，我来 demo 一下。好，像我咧就是汉字就伫悬顶啊，这是另外一种看法。过来你会使选你要看罗马字是教育部的，还是白话字的？好，我点白话字。好，出来啊！了，我搁甲伊改做即种诶，安尼看起来较袂灰灰，就是一边汉字一边罗马字诶。啊，共款大家记诶，歌册甲念歌主要是以听为主，爱听有比看有搁较重要就对啊。大家记诶，听有比看有较要紧哦。过来迄个，伊诶，咱即摆看是原文嘛，啊，你若看咱若刷来遮，比如讲伊遮选来到，我放较大。遮射出千国一条带，即个带啊，伊遮着条带，伊着红色，这就是施老师改字的吼。甲你讲，即搭即嘛一般通用汉字安怎写啊？若是过来叫我写，叫我写就是即搭有注解，佮有注解吼。过来变出吼，用无共色水来代表伊的内面有啥物吼？比如讲。书价字吼，解字才有解字，啊，过来有做注解解说，票房就是卖票的所在啦，扣客啊，即搭好车，因为是台北的专章 Q 嘛，所以是老师就用即个用即个有诶学诶音，好车扣客淡水落，要放尽风着天好，大家溪中。做咱个吼，伊既然若是即个腔，应该伊甲我共款，就是即个会读做吼，并无咬人通收买，安尼，真赞！我感觉即个整理吼，对咱来讲吼，真好。啊，但共款就是讲，世事袂得圆满，人生搁得焦长，所有物件拢有可能有伊无够圆满的所在，有伊可能迄当时。无看定单去写定单去，但整体来讲，这个资料库安尼整理对咱来讲，对咱要了解这套歌是真好的哈。过来，就是伊内容就是有安尼嘛，这是1897年的版本。过来，伊内容，施炳华老师伫2011年有伫即个有发表一篇论文，是台湾民主歌作者甲腔调的探讨即篇论文。伫2015年的时候，针对伊的内容、伊的历史的角度来讨论的，即个叶宝川教授有一个小明甲大变局即个论文，伊本来是发表伫研讨会，甲午战争的一个学术研讨会，啊后来呢，2015年伊有出版即个小的甲小的与1895甲1895吼，伫玉山社出版的，内面有收即篇论文。过来就是我伫2016年的时候，这是我升副教授的升等论文，主要的代表著作嘛吼，就是台湾民主歌的历史传说甲国族认同研究。啊，是认真讲起来，其实我想。我最后开始写成已经时间真迫啊！拄开始我拢一直咧想讲我要写啥，我拢想要写，想讲我
我嘛一直写，我想要写一个无共的主题，啊，毋过到最后就是毋知怎，就搁是来写即个甲台湾历史有关的，就是有当时啊，我感觉精神记忆也是族群的记忆，吼，这就是可能是我的使命，所以我来做出我的研究。所以我就是即个2006年的9月出版嘛，啊，我对即个差不多4月5月开始想要写，啊，最后较积极知影、较清楚知影要安怎写是6月的时阵。6月、7月、8月，差不多认真写的时阵是开始差不多40、50天，一天我要求家己爱写3000字，才会使困。所以段时间我家一寡什么迄个就是 Line 啦、FB 迄什么有一寡社群，我退出介侪社群，我就是逐工关伫厝内，啊无就是去图书馆，啊就要编资料，就是写即个啊。拄开始的时候嘛毋知要安怎写，啊毋过写的时候，家己哪写，就是伊家己就变做安尼啊。我有当时真正感觉就是讲，即个无意中吼，有我所无了解的一种使命，还是讲啥物，就是伊最后变安尼啊。啊，我写到要结束的时阵吼，是拄好台湾咧做中原普渡，啊，我向发现讲，为什么咱台湾人做中原普渡遐尼要紧、遐尼重要、遐尼盛大？实际上，确实伫无共个历史内底吼，足侪台湾人死伫即个岛屿，而且有外国人，比如即个195年度日本人死，啊嘛甲日本人呢，迄个天国甲台湾挂日本了后，伫足侪伫台湾做兵的清国人、清国兵，因可能是对荷兰啊、对广东、对乌兰、对啥物倒位来，结果伊无一定有法度走会去啊，因为要离开爱坐船嘛，啊走袂去的，就是台湾就大乱啊，啊就大家伫遐害甲老血老弟，这足侪历史文献讲袂清。甚至台湾这个土地是足侪无共款的人，比如讲中法战争1894年，中法战争的时阵，法国人嘛死伫台湾啊。过来咱若讲较早前的，比如讲咱有看进前旧年啊顶年啊，迄个斯卡罗，伊嘛是美国人嘛死伫台湾，吼。啊，搁较早的迄个像法国人统治，毋是法国人，西班牙人捌占领过家人嘛，家人迄个和平岛的时阵，迄时嘛有西班牙人死伫遐，所以咧。啊，荷兰人嘛死伫台湾啊，所以咱台湾这个岛屿就是足侪无共诶国家诶人死伫这个岛屿，这个中原啊，迄足侪人拢是毋是无意中来死诶，吼，所以咱诶中原普渡真要紧吼，我就感觉讲，毋知咧，家己写了一半变做中原普渡，伫中原普渡诶时阵完成论文，所以就感觉讲啊，毋知哪会家己哪会安尼。写出这种论文，所以写了的时阵，就家己感觉讲啊，那像完成一个使命安尼，就是安尼，感觉家己真缓慢啦，有写了无真好，啊，毋过就是讲，我有想过一件代志，假使我若无写，啥物人会写呢？啥物人会写？啊，啥物人会用这种台湾的角度来写这个台湾民主歌？所以讲，当时世事学伫意料吼。过来就是我论文写了2020年5月原有写，伫即个台湾历史博物馆伊个因家己个杂志《关台湾》即个杂志内底，2020年的即个正月号吼，伊有发表一篇日本拜登会夜间放火烧厝无看人，台湾民主歌内底的迄个宿命记忆吼，这是。伊写诶一个论文，啊，伊内面就是我有讲着讲，伊有去讲着王思明即个翻啊翻歌集，这是我之前无去看着诶版本吼，所以我看着即个论文诶时候，我真欢喜吼。过来就是讲即个因为安尼，所以我着将歌册台湾歌民主歌诶版本甲作者，我就阁有新诶补充嘛，所以我伫旧年有伫歌册年刊诶第2期，我有发表即个。佮发表即个佮新版的即个歌册，台湾民主歌的版本甲作者吼，过来，对啊，这是2004年，就是我咧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甲伊印出来，拜托人帮我印出来。
有当时咧看这个，我想这个民主歌有较侪版本，表示迄时阵应该是热销的一个出版品，一部歌啊，真侪人想要了解台湾发生啥物代志。哦，啊，我去对历史的时阵，就发现讲伊有一寡代志是甲历史事件是对得起来。当然，伊内面对历史的理解思考，若是啊看，咱即摆来看，有当时嘛感觉讲，伊嘛有伊可怜的所在啦吼。伊徛伫伊的角度嘛有伊看袂到的，还是伊咱即摆来看会感觉讲伊有伊的家己的历史观点嘛。总是讲，我感觉真侪拢甲历史对得起来，真特别。这拢是台湾人的故事。啊，伊内面吼，伊有讲到下海城隍庙，5月13本来是下海迎城隍的日子嘛。啊，迄个因为日本来，所以迄年就无迎城隍，所以嘛有记录。啊，有怀念讲永年安怎去迎城隍吼。即个伊有讲到庙内跋杯着点钱啊，保庇地主大趁钱。今年为着反乱大吼，甲伊款限落下年，劝人因为毋通听吼，秋秋得念要攻城吼。其实此前都无影，通庄大帅招惊，要拍城内都用伊吼，可惜有兵无称旨，用假写批假留字，装啥物？这问啥物？装等人去杀去动伊吼，就是有当时咧看，因为迄个时阵吼，毋是网络的世界，迄时阵足侪是消息对清国，迄阵毋是中国，迄是清国，对清国啊，甲台湾佮拍电报。来个时间，啊，啥物人才看会到？一般老百姓是看袂到。一般老百姓，你迄时阵的报纸就是台湾府城教会报，所以伫1895年台湾府城教会报吼，嘛有去记录着讲，即个1895年台北城会悲惨的状况，啊，迄个足侪清国兵吼真可怜，因袂当转去清国，啊，伫台湾吼，因为过去清国兵甲台湾人就有，清国政府对台湾人就是无互相有冤仇嘛。所以，因为清国政府对台湾人无好啦，剥削台湾人的一个政府，所以呢，无政府了，足侪台湾人就原来一寡会土匪流氓啦，吼，也是迄个，就是反正就是即个温暖，就安尼台北城动乱，啊，足侪迄个清国兵因想要转去，阁也袂当转，啊，等无准，啊，足可怜的，啊，讲遥机失转，啊，所以讲。迄个教会吼，1895年的台湾府城教会报讲教会台北的教会因着有迄个，第一就是讲维护即个就互相要拍的时阵会当讲爱改位啦吼，啊，过来就是讲煮食互因食啊，帮助因看会当安怎早日转去因的故乡。啊，咱知影迄个老唐景祥是坐船逃选的嘛，过来。所以讲，其实吼，人吼，伫即个到即个战乱的时阵吼，人一般的人拢是真可怜的啊。后来，伊的上尾就是上尾迄两塔啦吼，我看卖对即个好监禁吼，监禁处伫5分埔，招军买先匪đồ，想要拍几有功劳，无去社口成白布，社口查某卖一疼，卖一桶，监禁交拖毋是人，无头公安先毋通吼，害人无厝做挂档。这害人无厝，因为日本政府就因为因反抗日本政府，佮放火甲即个社口的迄个。庄仔拢规个烧嘛吼，啊，我感觉讲伊这是徛伫即个角度，因为我足侪歌吼咧写迄个反抗政府，拢会讲啊，所以无反抗嘛。啊，其实啦，有当时我感觉讲，有当时是咧反话，为虾米？就像迄个中华民国的时代，迄个早前咱看顶拿出的歌册，到最后拢爱一定爱学到蒋公，一定爱。反攻抗日，一定要消灭万恶共匪，消灭万恶的共匪吼！啊，学了一个蒋公对咱台湾偌好，拄偌好，因为安尼才会当出版啊。哦，就是讲，啊，过来就是讲，有当时我嘛咧思考，好，就算无反抗，啊，毋过无反抗，敢真正就会活甲真好，这是诚歹讲的吼。就咱就看讲台湾人伫即个日本时代啊，最后台湾就无停止先至是一个反抗啊，啊，毋过最后台湾人搞较好啦吼。
所以伫即内面吼，伊嘛讨论讲安怎才是尽忠报国，就是讲，其实吼，一般台湾人有分足侪种人。迄读个四书五经吼，考试考试诶人，甲一般诶老百姓对迄个满清皇帝吼帝国因诶想法佫无共。啊，所以到底要尽什么忠，爱什么国，这有当时啊，嘛是足歹讲诶哦，吼。所以伊内面就有讲即个，比如讲石口迄个陈彩霞、西凉兄，讲因是尽忠归降日本国，迄内面讲伊尽忠归降诶。啊，但是伊会讲李鸿章当景上啊，就讲因诶背心无尽忠吼。啊，所以讲。这到底什么是尽忠吼？啊，搁来江晋啊，江晋伊就讲伊是即个招兵抗日啦吼，伊嘛是尽忠，啊，伊尽诶又搁是什么忠吼？啊，迄当时吼，就是讲我感觉台湾民主我会当看到伊诶历史角度是足侪你看吼，真多元诶啦，真多元诶。对一般诶台湾老百姓就是讲，管他伊是啥吼，活命较要紧。啊，对，迄个佫有迄时有请一寡台湾人去做日本兵诶牛理，吼，啊，伊内面就有讲，即个倒一个人拢无要紧啦，国巴肚较要紧，因为1895年真侪人吼，巴肚枵食袂饱，规家伙拢因为乱嘛。啊，做生理诶人，李春生台湾诶真好个生理人，全世界拢是我诶生理场啊，而且李春生对清国政府本地就无满意啊。所以伊真紧就，伊是真早就甲日本政府会当接受日本统治诶。后来就是讲，迄个时阵就是台湾意识是去互逼出来，因为咱已经毋是日本人嘛，毋是咱无想要做日本人，啊嘛毋是清国人啊，所以咱到底是啥物人？啊了后会都发现讲，不管是清国人还是日本人，咱拢是互人征服诶戆路仔。哦，啊，最后就是讲，为咱会当，咱就是。徛起伫即个所在，咱已经有家己诶田园甲土地，所以咱应该是啥物人？所以台湾人意识就是讲，会当讲，即个黄兆东先生讲吼，台湾民主国是台湾人意识诶形成诶即个起点。虽然讲即个台湾民主国伊诶政府吼，伊迄种诶思想就即摆来看，咱感觉伊真有当时真好笑，真有气啊吼。啊，总是讲伊是台湾人意识形成诶一个起点，包含讲即个反抗对日本政府诶反抗，所以黄兆东先生伊有佫有迄个一本册吼，叫做《台湾哪想哪历史文》吼，就是伊咧讲台湾人诶国族运动。伊讲吼，迄个台湾人一定爱向世界公开明白表示追求台湾独立诶决心。你想要解救家己有自救诶心，自然安怎都有一条光明会当有一个光。会引带咱独立建国。啊，你若想要自我解救，自然人就会甲你出手斗相共。这都是国家认同甲国家安全的一个正义啦吼。就是讲，你若一工伫遐，敢若会遐怨叹讲哦，别人想要甲咱迄个，要甲咱安尼甲咱欺负，啊，佫逐工伫遐怨叹讲拢无人甲咱斗相共，啊，无咱就认输就好啊。啊，伊讲即种的吼，拢无，你家己都无想要活，想为虾米人要来你救啦吼？所以讲即个就是。咱做歌仔册吼，本底是干那要看歌仔册，毋过咱会当发现讲，歌仔册内底透过歌仔册，咱会当看到历史是一面镜，会当看到以前甲即马吼，确实足侪代志嘛是真有参考的价值。啊，所以我含慢吼讲到遮啊，就最后就是真多谢大家啊！这张相片是阮去年的12月12日甲学生去中华即个台语文创意园区参观吼。翕袂上啊，欢迎大家嘛当去参观。啊，今仔日我就讲到遮，有小可超过时间啊，主持人，你会当主持人。我有听到，袂啦，老师讲啊，遮精彩，想讲要互你加讲一时啊。然后咱多谢洪丁教授今仔日安尼遮精彩的分享。接续落来咧，咱会开放咱线顶的朋友来甲洪丁教授做一个交流啊。目前欢迎线顶的朋友会使伫咧 YouTube 顶悬，甲你想要问的问题留落来。啊，因为即马也无看到有人提问，所摆咱先邀请伫咧现场的朋友，讲像阿秋，毋知你今仔日听今仔日的讲座有啥物款的感想，想要分享，还是就是甲洪丁老师讨论一下。我是感觉，就是这念歌仔，这是咱台湾
我感觉是台湾的特色，毋过进口小伊早拢毋知影，只是来读这来学台语读参加读册会了后，才知影有即个遮尔趣味、遮尔好诶物件吼，嘿真感谢洪真老师诶分享，洪真教授诶分享，多谢。好，对，就是读台文，互你定心做人，这件代志非常要紧，吼。这嘛，甲大家做伙就是交流啦，吼。真诶，因为咱熟悉台文以后，才有法度拍开咱家己诶原本迄个毋捌诶世界，但是迄个世界是咱大咧徛起诶所在吼。啊，来，咱看即个撇华，毋知你敢有啥物款的心得，也是有问题要甲教授做交流？好，其实我进前伫咧修课的时阵，看了迄种歌册吼，我著随家画条，我绝对无要修正问是安怎，因为我印象内底歌册全部拢是汉字，而且是我看毋捌的，念袂出来的汉字。啊，毋过今仔听洪斌老师安尼分享。感觉小可后悔呢，感觉迄个时阵应该爱选修这门课才对吼，因为人迄资料拢传好好，整理好好啊，人拢有教白话字啊，安尼就应该是看有啊，真正咱拢毋知影，敢若看着讲哦，这我拢看无念无，就无想要修，所以即摆我若有时间吼，我就爱去你迄个网站，真正足多谢洪丁教授的分享，多谢。多谢撇华，安尼因为大家拢敢若咧讲心得，安尼换我来问问题。其实我感觉迄个网站啊，台文馆迄个网站真正足好用，我嘛定定去找一寡资料甲参考用啦吼。啊，我想要请教洪丁教授，就是讲，这个网站，这个资料库遮尔好，敢有继续的可能？这个资料库因为吼，伊需要真侪功夫，真侪工，爱有迄个经费爱去做嘛，所以迄当时其实应该讲，其实这个资料库伊会当成，就是施炳华老师已经累积介侪资料啊，就是施老师想要甲伊数位化，甲大家分享，所以大文学馆如何有这个经费才会安尼做了后我知影台湾歌仔协会因有足侪志工吼，甲足侪歌仔拍字、定型整理，嘛有咧讲以后要建立即个歌仔的资料库，总是目前也无看，咱也无看到啦吼。我其实歌仔有几千本吼，确实是内面藏足侪咱台语的宝库伫内底，所以若是咱的国家有看中即个时阵啊，就是看国家的钱要怎去安排。毋过过来就是讲，咱主要有搁较侪人看有歌仔读有歌仔，安尼咱才有。其实每一个工课要做，拢需要真侪人来当相共。我先讲到这。好，多谢洪丁老师。安尼，咱请陈老先准备一下，因为我接触一个问题来请教老师吼。就讲台湾文学馆啊，伊即个歌册伊的影音甲影像，这其他优质的问题。伊讲即个影音甲影像，毋知老师敢有啥物建议，就是安怎推广较好？其实文学馆伊因为周天邦先生伫伊遐做研究员嘛吼，伫研究典藏组，所以我毋知伊是研究员还是副研究员，就是伊伫因即摆叫研究组，本来是研究典藏组即摆因升做3级的单位了后，就研究甲典藏分开啊。周天邦先生伫研究组，所以因为伊知影歌册真要紧嘛，所以伊有文学馆有做足侪有关歌册的出版整理。我知影就是周天邦先生因明年就今年呢，伊今年6月就要退休啊。所以讲，假使搁后壁搁接的人吼，文学馆伊搁请的人，若是讲对即个歌册无像伊遐尼知捌讲歌册要紧重要的时阵，咱毋知影讲。文学馆会安怎？所以我想是咱需要扩大，互较侪咧做即种台湾文学的研究的人，伊会当知影，歌册的重要性，歌册的要紧。所以
就是讲，我感觉，所以像即种今仔日咱即个活动是真好诶，吼，搁较侪人了解歌仔戏重要性，啊，咱会当搁较侪人去，互伊深化家己、累积家己对歌仔戏诶理解、甲研究诶、甲创作诶实力。了解。多谢洪丁老师，安尼就是要靠中华民国政府，不如靠家己啦吼。好，多谢洪丁老师。啊，是政府，中华民国政府虽然伊有无圆满诶所在，毋过咱会使甲伊要求嘛。啊，毋过咱爱家己提出迄个实力，咱若是无迄个实力，有当时啊，比如讲施老师伊就是有迄个实力啊，有迄件物件，所以文化馆伊就当争取到迄个资源。啊，但是若是讲施老师就无迄个实力，无迄个资料，无迄个财政，即个资料、即个资源就永远争取袂到。确实真有道理。好，安尼接下来咱先邀请丹露来就是分享，还是看要问老师问题，啊，我准备一下其他的问题。好，我感觉今仔日洪丁老师讲的真正足侪迄落，互我拍开我的头壳，啊，对即个歌仔戏、念歌即台湾的所谓传统艺术吼，感觉有一个新的看法，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嘛是共款，就是对歌仔还是即种念歌的物件是，我的感觉是讲啊，迄物件拢足古早，而且迄内底嘛有足侪迄种有诶时阵啦，还是讲我看到资料较早前诶迄种，就是足侪迄种四书五经内底迄种物件，迄种价值观，我一开始会足排斥即种物件。吼，即种艺术的形式，啊，毋过其实我感觉就是听洪丁老师安尼讲了，其实会当互我有一个，虽然讲古早才会传落来，才念歌甲歌仔册内底写的才文字内底有掺写的即种价值观的迄种看法，啊，毋过其实咱会当用现代台湾人，而且是有台湾主体性认知的台湾人来去看待讲。这是咱的过去的艺术的形式，还是讲，遮有咱内底属于台湾人的一寡观点，咱要安怎去甲重点抓好调，啊来去学习，来去读，嘿，我感觉这是一个足重要的物件，因为像我其实真正嘛定咧听另外一个迄个台湾的咱的社会运动者嘛是学术研究者，迄个吴瑞仁教授伊的演讲，其实伊嘛是伊会当讲。甲全世界无共所在历史的发展、民族的发展，啊，牵为台湾来，啊，用台湾人的目睭、台湾人的头壳去思考，讲，哦，我知影讲其他国家捌有即种款的发展，安尼，咱台湾人要安怎去发展，要行什么款的路，伊提供即种理路去互咱去思考。啊，我感觉洪丁老师在做的代志，其实甲吴瑞仁教授在做的代志是共款的，就是。甲咱台湾人的一个主体性吼，先抓好调，徛好材料，再过来读过去，咱甲中国也是搁较早进前的遮的为迄个土地国家吼，甲咱有直接的部分，安怎去看待这中的关系啊？用一个台湾人的角度去看、去判断、去思考，我感觉这真正是过去我以前拢毋捌安尼去想，毋捌安尼去看待。咱的念歌甲歌仔册，嘿，我感觉就是洪丁老师提供这个观点啊，我感觉这是未来咱咧做这个研究的时阵真重要的一个理路，嘿。好，以上多谢洪丁老师。啊，多谢洪丁教授今仔日点醒足侪人的灵魂。啊，即马就是讲，接下来咱。前啊有一寡问题想要甲老师分享啊吼，有朋友讲，即马歌仔册啊，也是即个白话字的资料到呾拢无方便入去学校的教材内底，啊，致使咱台湾人嘛对家己的文学无了解，啊，囡仔嘛毋捌报，啊，针对即个遮可惜的部分，毋知洪丁教授对这会有啥物款的建议还是看法？就是讲，还是咱即马会使安怎做？我定讲一句话吼，即马愈来愈常讲诶，误会了，人生世事袂得圆满，人生学得焦长。
所以讲吼，有一寡代志就是讲。用想诶较紧啦，真正要做吼，每一个人诶财情，甲每一个人诶背景拢无共。我想吼，咱就是徛伫每一个人徛伫伊家己会当发挥、会当贡献诶所在，甲顺伊诶机缘吼，去栽培家己。大家拢会当一人补一块啦。补起来最后补起来就尽量互伊圆满。总是无一定有法度圆满。我拄则伫线顶有看到迄个。有人咧问我讲，想要伫我迄个我写迄个台湾民主歌迄个研究的论文吼，就是你会使写 email 找我讨，因为后来我有改版，迄个本册已经无啊，已经绝版啦，而且后来我阁有一寡补充修改，像我最近阁有就家己阁发现有爱阁修改，所以我阁这就是因为这个工作，阁互我去修改我迄个论文，所以你若有想要讨我迄个论文的人，你会当。写 email 给我，写 email 我看我迄本册叫啥物名我想看卖。我真正感觉伊毋是靠我家己的个人的力量写出来，伊是伫即个莫名其妙。有当时有一寡，就是你一开始毋是想安尼想的，但是毋知安怎到最后伊就安尼写出来，就是讲有当时我感觉是。真歹讲啊，就是毋知呢，就是安尼。所以你若是要伫迄个论文的人，你会当写这个 email 互我 ，email 找 email 互我才叫你。嘿，大概是这个部分我讲到这，主持人时间到你，因为时间有限吼。是，个洪丁老师讲得无量但拄则迄大家迄个没有在家己。即家己添一个吼，就是我诶丁宏丁诶代语名丁宏丁后壁就是 Gmail， 所以真好认，好，真好认。安尼最后因为咱时间已经到啊，线顶阁有朋友有要请教老师任何诶问题无？若无问题，你要工商服务一个预告？对，我要工商服务一个，哇，老师拢知影。我帮你夹来啊。来，安尼我分享一下我的画面吼。各位线顶空中的好朋友，真多谢大家今日来参与咱这场的讲座，嘛真多谢洪丁教授今日遮尔精彩的分享。接续落来咧，其实要进一步甲大家讲，咱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其实长久以来拢有咧办真侪活动。咱请关注面册打狗台语开讲社，拢会有一寡活动的放送，咱逐个月拢会有全台语的讲座啦、读册会、甲囡仔国，特别比如咱也对即个像洪丁老师即两场咧分享的即个歌册有兴趣咱嘛有歌册专门读歌册读册会欢迎大家来参考阮的资讯。好接续落来咧即个，若是大家对白话字有兴趣，鼓励大家来参加阮的基础班，阮会拢会固定的开课。即回的基础班伫咧3月3号线顶的开课，嘿像讲咱看到今仔日线顶的朋友是安那会使读到遐顺讲规个拢罗马字，我哪会看无？嘿，因为看无，所以咱爱来学习。那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咱这个台语文学，会使安怎书写？想要读有这个文献资料，欢迎大家做伙来参与。咱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卡手来紧，紧来报名。咱遮有课程的简章，嘛有报名表，若有需要的朋友，请尽量来运用。最后，佮甲大家放送一个。咱这是第一季的文学讲座，所摆下一回，咱会继续延续这个歌册的主题。后届咧，咱要进入当代歌星的作品。咱会为这个起初这回咱咧讲的是日治时代的日治时代、千国时代的歌册。接续落来，咱要来看当代歌星的作品选读。请大家后个月3月19，3月19，毋是旧历3月19礼拜，咱线顶再相会。
咱再一次甲洪丁老师感谢一下，拍破啊！好，多谢大家，老师多谢你辛苦。好，多谢。